每一天，牧师陪你读圣经。今仔是10月28，咱要看一段圣经，记载伫提摩太前书1章15到17节。基督耶稣临到世间，是要拯救罪人。这句话通相信，值得完全接受。罪人中，我是第一派的，不过我得到怜悯，是因为耶稣基督要用我这个第一派的人来显明伊无限的耐心，通做后来信耶稣来得到永活的人的模样。愿尊贵荣光归伫万世的君王，永远存在，看袂到，独一无二的上帝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保罗对伊属灵的囝提摩太来表达，耶稣基督来到世间，就是要拯救有罪人。保罗也将伊家己本身来看作是罪人中的第一派的，总是这个第一派的，因为得到上帝的怜悯，因为耶稣基督也要来用这个第一派的人来为主做工，所以就看见保罗一世人真心来服侍上帝，也用伊的所行来活出基督的款式。愿主帮助咱，互咱会通知，咱每一个人拢是罪人，需要主救赎甲恩典。也因为安尼，会通行出合上帝心意的生活，来得到主的欢喜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